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俗语讲一己二运三本事，冇人讲是第一看成，第二好运，第三知情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己，读过一己，激动的己。有的腔口读做久，拢是第二条。台语字典解说己，就是叮当背起来形，咱讲是激动，也就是行为、动作甲姿态。另外，举办活动，咱讲是举行，也佫有推举、推荐，咱讲是举荐。也佫有举发别人过失或者是违规违法的行为，咱讲是检举。另外，佫有用选票或者是举手在来表决的方式来选出代表、公职人员，咱讲是选举。若是过去所无的举动行为，咱讲是创举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读做举动，咱头前讲到包括行为、动作甲姿态，冇人讲是一举一动。若是一举两得，也就是蒙拉兼洗裤，做一项代志有超过2项以上的效果。第二个词读做举行，也就是举办。咱用一句话来解释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这届举行这场健美比赛，要比看倒一位选手汗臭练较结实，体格练较好。另外，佫有举动上自然，安尼赢面就会较大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举，有的地头读做久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